喺南山區東濱路西往西邊走，過咗呢條月亮灣大道，前面就係前海深港合作區。呢條大道係進入前海其中嘅一條主幹道。前海大道呢條大道走到盡頭，大約係2.3公里。呢個區人好少，但係地方整潔乾淨，道路寬闊，交通設施都好完善。前面右手邊呢個建築係前海國際會議中心。而家係春節前夕，好多人都返屋企過年，路上見唔到幾個人，車又少。而家去到國際會議中心後面就係一個公園，入裏邊睇下呢度人多唔多？呢度都好安靜，樹上掛咗好多一串串嘅紅燈籠。呢度山坡上面有一個亭，上去睇下。呢個公園叫做紫荊園。隨望去，挽手可跟你，聽晚風吹了分離。莫嘆氣，桂花香撲鼻，看依稀歸現遊。園裏面有人搭帳篷露營，道路兩邊仲有好多鮮花。呢個地方經常我會換住種各種各樣嘅鮮花植物嘅。呢度同樣冇乜人。呢個公園嘅景色都好靚。愛你一生不捨棄，無懼遠隔百千里，就算幾分風霜作預備。